世间轮回的一切众生都是贪爱翅膀，嗔恨他方什么偏袒偏袒亲戚朋友眷属一帮，为了他们而感受诸多痛苦。亲戚朋友暂时聚合也是无常的，都是别离的本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亲友死亡或沦落他乡，或被怨敌及怨敌等其他怨敌等损坏，则自己遭受痛苦比遭受痛苦还痛苦。特别是父母有为什么慈爱怜悯儿女，担心他们受冻、干渴、生病或死亡，儿女生病时自己宁愿以死来代受儿女的痛苦。为了心爱的儿女，宁愿独自感受痛苦。同样，怜爱亲友等担心宁愿对亲友等怜爱担心由于对亲友的怜爱担心他们分离从而感受痛苦。可是如果善加观察，则亲友不一定是真正的亲友，而父母亲虽然自以为是爱孩子，但此爱的方法却是完全颠倒的，最终只是害了他们。给予食物财产，为他们迎娶作为终身伴侣的妻子，实际是把他们束缚在轮回的绳索上，并且教他们如何制服敌人，如何助亲友，如何增长财富等造福善业的方法，导致他们无法从恶趣深渊中获得解脱。实际上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危害他们的乐。好，那这个里面呢讲到的就是在亲友父母亲友，相当就是一个时间的父母对自己小孩的那种爱感，对自己小孩的一切付出，都是相当我们都是从时间的一种意愿来说到，当然就是一个父母对小孩的一切付出是应该的，然后也是相当就是父母也是对小孩都是很有恩德的，有这样方面讲。但是实际上来说到，父母如果不是一个修心的人，然后就只是懂得从时间法方面培养小孩的一种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也并不是说是一切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因为他们当然就是对小孩的这种爱是什么样子的程度，相当就是很多的父母都是非常的疼爱自己的小孩。如果今天一个小孩严重的生病母亲自己换来可以自己死，自己的死都是很多母亲是能做得到的。为了自己的小孩不要去遭受那种严重的那种生病的痛苦，然后他也会想，也许可能他生病了以后也许会死，死了以后呢，那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宁可自己愿意死，然后就是换下来自己的小孩，有这种
这种是非常多的，因为这些来说的话，也是一种爱的力量，可以这么讲，但也是一种执着所以这些都是究竟的自他都是会有利益的一种执着吗？那当然不是，因为都是会离开的，会分离的。所有一切的法会有聚就有分会有死，会有生就有死，所以一切都是在生死轮回的无常之中。所谓的情人不一定是真正的情人，所谓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也在这个生死轮回的过程当中，没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情人和真正的出人，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执着也是一种多余的，对于哪方面的执着都是不好的。从一个父母对小孩的一切好，那当然从实践的语言上来说到就没有任何不好，但也对佛法上来说到也是没有不好，也不是说佛陀并不是给我们讲说父母不要对小孩太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知道好的方式。首先，如果是自己是一个修行人，父母自己就是对有生死轮回的无常的感觉的人，或者是在轮回的真相方面稍许了解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他培养出来的小孩，那也是会得到更大的利益所以这个方面来说，我可以再穿插一点点，在我们那个藏族的怎么说呢，那个所有的家庭的日常的一种形成，怎么说呢，习惯，父母对小孩的一个欲望感，他对小孩的一种要求，这个方面来说呢，那就是藏区本身就是从很早的时候自从怎么说呢，那个很多年前到现在一直都是有佛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民族，所以而且在藏地的佛法过去是非常兴盛，而且出现了许多的真正的怎么说呢，修持佛法成就的高僧大德，而且是藏族的佛法呢，就是从闻思修持未颠倒的真正的正确的修持，而初中呢，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佛教的学者那么藏族人学习从印度传下来的佛法的时候呢，从根本上学习的，它的来源，它的传承是在印度的那兰陀寺的佛学院的传承，就是怎么说呢，没有任何的那种怎么说呢产生不如法感怎么说呢，不亲近的这些问题的真正的亲近的传承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传承。所以在藏地来说的话，藏地的本身的自己藏族人来说的话，真正的一开始在莲花生大师跟金米大师跟藏地的法王持诵德赞，法王持诵德赞是那个时候当初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藏地的国王那他呢就是怎么说呢也是非常殊胜的一位修行者据说是菩萨的化身。那么反正就是我们先去不看谁是谁的化身，跟这些来讲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喜欢佛教的一个国王，而且呢他呢就是在行持佛法的方式是有智慧的行持佛法的，不是只是一个迷信而行持佛法的。他学习的方式也是一样，所以他就是引请金美大师堪布波的差多是一位那兰陀寺的一个大教授，而且莲花生大师也是一样的那兰陀寺的大教授，两者都是那兰陀寺的最大的堪布，所以呢就是真正的亲自邀请到藏地在藏地就是在改了商业寺，开始呢就是让藏族的小孩去真正的学习佛法，而且呢就是让藏族的小孩藏族的人相当就是就实验一样的，让藏族的7位出家者，第一个出家者让他们出家守戒，看藏族人的这个能力上能不能够收持在
印度释迦牟尼佛所传给比丘支的一些这样的戒律，藏族人能不能够手持清净，相当于是作为实验一样的，先让其人出家都是非常成就。到最后就是，而且这个过程呢，就是莲花生大师传授大圆满法然后就堪波波的萨多呢，就是传授禅宗的所有的法。那这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成就了许多的藏人，然后就是同时出现了许多的大成就者跟许多的学者。因为这样的情况下，藏地的各个地方都是，只要是一个村落、村庄、牧区，都是有寺庙在寺庙里面都是藏地的所有的寺庙都是可以变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区域的，相当于是教育中心修行的中心。所以藏族人的修行是以学习佛法为重要、为主要，然后去修持佛法的。因为这样的过程当中，在藏地的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种下了真正的佛法的种子，而且也是在一个普通的藏族人都是有比较高的这种佛法的概念所谓的佛法是会只是讲那个应该很殊胜，应该不殊胜，不会去这样想，不需要这样去想。最起码就是因果轮回的真实的很多事情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藏地的很多父母来说到，尤其是在比较大寺院的周围的很多父母都是为自己的小孩最好的路就是让他出家，很简单，不想让自己的小孩受自己受过的痛苦，自己走到最后年老70、80或者50、60的时候，从实践法方面往后看一下，就自己在过去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到最后有什么样子的结果，想得通，非常清楚。所以不想让小孩走我自己走过的路，让他们走一个更轻松的路。但是小孩能不能够有这样的缘分是看他自己的缘分，但是父母先让他必须得要走这个路。所以藏族的小朋友，尤其是男生，从小出家的原因也是这样的。那么从小出家是什么？藏族小朋友很多的时候，一开始他出家的时候，是不是一穿上衣服就马上受戒马上就变成一个出家人的话，他都是完完全全就是有法力有成就？那也不是，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开始让他去寺庙里面学习，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他主要的学习是什么？他要学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最终呢，就是学的是佛法。根据不同的年纪一开始学习藏文，开始什么都是要慢慢学。在藏传佛教的寺庙里面，对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跟年轻的这些对这些小朋友小喇嘛跟比较年轻的，然后就是年老的，这都是不一样的规矩就是对很多那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很多的时候都是不会那么的严格的。就像在一个法会中，很多小喇嘛抛来抛去或者动来动去，在做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相当我们在实践人说的一样出家人念经是必须的要就非常庄严的，然后就做只是各个方面是看起来就是如理如法的那种。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出家众的话，就任何一个人看他的就不能有任何就是不张眼的问题。这是一个好处，就是让人可以身心欢喜，所以就是更容易让众生接触佛法，没有错。但是一个小朋友学习的过程，一个寺庙相当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场所。他学习做什么呢？他因为就是修行本身是什么样的？修行是自己的生苦意，就是一种改变的一种方式。当不好的有毒的一切思想跟不好的所有的行为改变出好的行为，所有的有毒的思想变成就是善良的一种思想，就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当然要有一个过程不然就是有披上一个
生父就马上把内心全部都断除吗？不可能的。所以就是有些地方呢，就是藏地也一样，有些就是这个偏区一点的，那有些小的寺庙里面，也有一些怎么讲呢？半路出家的，那可能是就是马上披上出家衣服的话，那应该就是要注意要很拘束一点，就这样。但是内心里面因为没有学习过的话，就很紧张，也很兴奋。但是从小到大都是在一个寺庙的里面环境里面学习成长的这些的出家者来说，很健康，心理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呢，就是在寺庙的这个环境跟生活是对于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大的老的这些神众来说的更不用讲。但是小朋友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轻松。像我们也一样，在30几岁的时候就出来，但是一直想念的到现在为止，最想念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在寺庙的环境，并不是曾经我有一个家什么我的父母当然父母是对我们很有恩的，当然就心里就是很爱他嘛。但是真正的最有用的环境是什么？就是寺庙的环境。那如果是当初我们在寺庙里面非常严格，没有任何自由，什么东西都是让我们就是被强迫，让我们不愿意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让我们做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今天也不会所谓的对寺庙有这样的一个对这个环境不会有这么的那种欢喜心。应该也是从这个寺庙的环境里面逃出来的时候，觉得很幸福，会这样想。但是没有，佛法就是这样的，佛法是给人帮助的一种轻松的。那当然就是在藏地的很多的小朋友出家了以后，是不是所有的100%的全部的出家人都是到最后也是他就不会脱掉这个生服，一直都是穿着生活就是继续下去的，这也不一定那也看自己的因缘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也有换书，然后就是脱掉这个出家的衣服的都有。那么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也是有各种各样。从这个戒律方面来说的话，也是书持北解脱戒、比丘戒，或者是瑜伽戒，或者居士戒，各种都一样的。但是也所有的戒也是收持是有东西可以收，但是也所有的在后来呢，就是还俗了以后，是不是破了戒？所有的还俗的人也是并不代表他破了戒。如果是有学习过的一个人来说到，就他收戒是可以收戒，可以持戒，但是可以设戒。到了一个时间，他不想收这个戒，或者他没有条件守这个戒的时候，他也可以设出这个戒，所以就他也是没有破戒，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就这些都是在藏传佛教的环境里面来说到，就他的让一个人出家的方式，一开始是以父母的支持然后在中间呢，就是老师上师们的支持跟引导下让他学习，到最后到了自己自由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很多事情是看得非常清楚了。因为怎么样子看得清楚？因为在一个寺庙的环境里面，只看到寺庙的环境一出来的时候，哇，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原来人生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才需要这样吗？不需要的。待在寺庙里面学习佛法的时候，实际上实践的一切都是掌握得非常清楚。那如果出来，就像比如说到了一个语言不同的一个地方的，那可能目前没有看过的、不知道的一些东西，是一些新的一些怎么说呢？新的一些科技的一些东西，科学的东西，但是这些出现都是会掌握在心中的，那就是只是不同的是语言不同。那么语言不同跟一些生活习惯不同的情况下，也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熟悉等不自在的感觉。因为佛陀都已经讲了，一切万物一切的法都是空性而产生的。因为空性，什么事情都能可以产生出来。现在很多的新闻说啊，大自然中有一个什么东西非常了不起，都没有想过的，人类的历史上好像没有出现过这样。所谓的人类的历史，从我们科学讲，现在很多的历史哲学家他们看到的所谓的人类的历史，佛陀所讲的还是只是一个小小的部分。从佛陀所了悟的目前现在所谓的人类的最大的怎么说呢？哲学家或者是最厉害的科学家所看出来的所有的东西，这两个比较的话，那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就这样的看的话，又经过完整的这个佛学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人来说的话，就实践的万物一切法都是，并不会是说没有早聊到的，全部都掌握在手中一样的道理。自本作人着康着我